其實黑洞並唔係虛無嘅終點。現代物理學認為，跌入咗黑洞嘅信息並冇消失到，而係以某種方式儲存喺表面。呢一個係能量同埋信息嘅終極壓縮。所以人生嘅路冇白行到，嗰啲睇落好似毀滅性嘅人生挫折，其實都儲存喺你嘅生命入邊。只要你嘅負傷足夠強大，心靈足以支撐，嗰一股強大嘅引力就可以為你所用。黑洞就係命運嘅起點，嗰個係一個已知規則失效、無限可能爆發嘅臨界點。物理學家推測，黑洞有可能係能量同埋信息由三維空間跳到更高維度嘅通道。當你撐過嗰一場混亂，痛苦會轉化為重生後嘅資產。你會發現，當你由深淵爬出嚟嘅時候，睇世界嘅維度就可以跳到更高，格局視野更大。如果嗰一個男人可以將呢一份巨大嘅寂寞能量轉化為面對現實嘅勇氣，嗰一股能量原本可以推動佢由奇點之中走向新生。